部分新任副局長今日履新，有人事顧問認為副局長同埋政治助理嘅薪酬加幅誇張。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因為唔夠法定人數而流會。港交所話唔排除日後會再出現收市之後競價交易時段股價大幅波動嘅情況，但暫時唔會修訂制度。各位，政府委任嘅副局長部分人今日履新，首批副局長同埋政治助理嘅薪酬全部都介乎指定範圍嘅中上限，部分人嘅薪酬比原先嘅人工高2至3倍。有人事顧問認為加幅誇張。梁卓琪報道。